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2日公视台语台的暗新闻，我是陈怡珍。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今仔日台北甲高雄市长选举办头一场公办政见发表会，候选人拢到位发表政见，要争取选民的支持。国内增加19172个本土病例，确诊者若准伫隔离期间偷走出门投票，违规可能会罚款20万。拜登甲习近平14要伫印尼 G20 场边会谈，这也是拜登上任以来头一届甲习近平面对面谈话，会讲到台海的问题。新闻一开始，咱先来关心国内今仔日增加19172个本土病例，平顶礼拜减24.9%。另外，卫福部长许瑞元表示，确诊者若准伫隔离期间偷走出门投票，若有领选票，事后要查是真简单，走袂去。违规可能会罚款20万，提醒观众朋友千万唔通想要软空棒煞食罚单。国内新冠疫情继续较厉害，昨日新增加19172例本土病例，60例死亡，比顶礼拜6个病例下降大约24.9%。另外新增加一例第4位重症的个案，是9岁查甫囡仔，无慢性病史。出现持续的发烧、全身皮疹、草莓舌，在11月2号住院。那因疑似密西，所以给予免疫球蛋白、类固醇等药物治疗，病患好转于11月7号出院。确诊者确定无到投票，不过在疫指挥中心强调，未提供确诊者名单予选务单位，也未伫个投开票所受理违反隔离规定的检举。万一确诊者也是走去投票咧，卫福部长许瑞元讲，领选票有记录，确诊嘛有记录，事后追查是真简单，确诊者也可能面临20万块的罚款。这2个一勾机的话，老实讲跑都跑不掉，所以事后的追查是相对的容易的。对着催暗禁令的解除规划，许瑞元讲需要综合判断相关的指标，有的指标伫个边缘也未达成，不过整个状况是使做开放考虑。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年底选举，新竹市最近虽然拿力两党拢拼死攻击高虹安助理费的争议，不过根据联合报甲中共2份民调，高虹安的支持度永远是30%排第1，新惠丰是28%排第2，若甲真安，若林金仁19%差上济。那样支持者即阵就出现一个趋势，讲为着卖互民进党当选，要放弃投互林金仁，要甲选票转互高虹安，较有赢面。选前剩2礼拜，新竹市选情因为民进党候选人高虹安的助理费争议，真受大家关心。不过根据联合报12个上新民调，高虹安30%的支持度领先，民进党新惠丰18%足伫后边，国民党林经仁19%是第3。当时中共甲加鲁普的民调也显示，高虹安25.6%领先，新惠丰23.38%，甲林经仁的17.35%，显示高虹安伫拿力夹杀之下，依然无变动，反倒对一个提悬。新竹市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大家会去做判断，所以我们也很感谢这么多的民众愿意还继续来肯定、相信高虹安。蓝白合，你说？新竹。如果是气灵宝宝，是不是就是蓝白合的一种？高虹安对民调展现自信，12也搁一摆澄清助理费的争议，搁强调并无违反劳基法。中共加入普民调显示，国民党的支持者有将近30%转向高虹安，显示拿赢选民出现弃林保高的趋势。民进党选民是拢归队。国民党是一个泱泱大党，国民党基层最团结，那他们很期待未来是由国民党的候选人能够把新竹带领得更好。那至于弃保不弃保，我想选民心中自有一把尺。其他机构的民调，沈惠虹也都还在持续的往上增加，所以谢谢所有市民的支持，也谢谢所有民众的肯定。更重要的是，我们还有14天，一定要努力拼。民调第3的林经仁也是一个呼吁国民党选民爱团结，唔通互弃保效应影响。新惠丰民调继续加安高虹安，强调家己稳定提悬，尤其总统传闻不止11探班12个连续2天徛台造势，这叫冲选情。记者综合报道。那中部的选情嘛愈来愈热，国民党现任台中市长罗秀燕甲民进党候选人蔡其昌拢走去海线邮票。那苗栗这边，前总统马英九甲现任总统蔡英文今仔日拢去替县长候选人徛台。
双方是互相呛声，继续催票。9号一大选即要到啊，新旧连任的国民党台中市长候选人罗秀燕在暗时到对手蔡其昌的票仓，伫海线举办大型的造势晚会，甲党主席朱立伦斗阵，地方红派、乌派头人拢来，营造大团结的气氛。蔡其昌昨日啊，随回访海线到大甲市场来拜票，也批评朱立伦讲，民进党是民主拗步党，是民主政治上歹时关。从过去的表现，都是未来阮4年的保证。各位长辈时代，你的一票关键着台中未来的发展。把民主进步党跟台讲的一个政党的名字，把人家直接改，那这个不是民主最坏的示范吗？还有比这个更恶质的做法？蔡其昌呼吁乡亲来集中选票，选出海线出身的市长。那台中选情来清悬，苗栗战局更加是紧张。国民党、民进党拢出动总统级的造选员，前总统马英九提来一句。咩目标？希望国民党社福红马都成功。演讲时批评民进党全面执政是乱舞。另外，蔡英文总统是替市长真来徛台，继续来催票。72年没有政党轮替，黄金交叉的关键就是讲，咱个拼起来就过啊啦。建立了非常好的声望，这样的一个机会应该留给像他这样老老实实做事的人。蔡总统呼吁苗栗会使完成72年来头一摆政党轮替。选前最后2礼拜，国民党、民进党阵营伫中台湾一直咧拼场，希望掠到支持者的眼光，稳固基本盘，也争取中间选民的选票。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是台北市长选举头一场公办政见发表会，17位候选人拢有到位。主办案提出好好做事、好好生活、好好居住的政策。但市长是话讲要带领台北，互市情的满意度未个调车尾。毛批评主办案当朝的政策准备无够。黄珊珊是拼死咧诱少年人的选票。另外，还有候选人念6字的大名酒跳健康操顶，步数真短，要争取选民的支持。台北市长选举公办头一场政见会，12位候选人全部拢到。主办案提出好好工作、好好生活、好好居住3大环境，但市长是反驳防疫成绩无合格，倒拍主办案当照准备不足，正谈家己讲是战略的黄珊珊。黄珊珊是头一摆公布政策，被批数会当下载，流催少年的选票。我们希望年轻人不要再沉默，也不需要当一个无声的人，因为你们的声音必须要被看见。如果你们不出来投票，蓝绿两党是不可能相信你可以影响他们的决定。可以像蒋委员不断的在攻击防疫的成绩，一直几乎是要把往死里打。我觉得真的是没有必要。选举选到最后还是要有人性。陈时中先生说，目前已经有1个月1195元的紧急救援系统补助，而我提到的每月1200元补助款，是为了未雨绸缪，帮在宅安老的长者装设紧急救援设备。政见会无评论，也是第三方提问，候选人拢尽量发挥。11号接立方设着健康话题，当中一个示范连包操。3号地空府提出天空人抢主办，尾仔个唱一首台北的天空。台北的天空，藏在你我的心中。第一招，抛开烦恼，拥抱自然。5号动物粉也家己做的 QR code 手绑，希望选民会当更加熟悉伊的政见。7号初选地主张提升北市游行环境，改善革新，注重官民沟通。如果每一个礼拜都以民有为，台北将会变成一个非常亲民服务，各种创意，台北的人才这些，各种创意都能够汇集到这个地方。我的政见发表就可以增加成3个小时、30个小时，因为我所有的市政的规划都在这个 QR code 里面，所有的资料都在里面。1号刘家豪念6字大名酒，要打造生命友善社会。10号当新明放出大字报政见。9号是洪sen，讲起家有防疫。4号王胜峰强调自觉建构家庭，但是中2号吴文官也期待改变台北。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嘛是高雄市长的公办政见发表会，争取连任的高雄市长陈其迈，甲国民党郭志温2个人伫性别平权甲产业议题对决。若无当局候选人詹允丽甲郑宇翔，2位候选人甲重点放伫降低参政标准，佮有两项议题一部分。
高雄市长公办政见会12日下昼登场，真少出现的两位无党籍候选人张文丽甲田武雄，分别聚焦伫降低参政底线甲两化议题。灭掉中国，再建立一个新的中国。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我要将高雄打造成反攻大陆的基地。我要找到150万才能站在这个地方发言，所以未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努力来让这个市民的参政可以更平民化。会中由4位大专院校学者担任提问人，针对确保农地粮食、人权甲社会等议题提问。国民党候选人关志文除了提出打造专营幸福社区，也批评高雄市长陈其迈的性平办公室是为选举来设的。我们成立性平办公室。高雄市政府这个性别平等办公室，但对不起，我要提醒哦，你是上个礼拜才成立的性别平等办公室的设置要点。那了电影《咱的高手》也聚焦高雄当年的产业转型甲青年就业问题，但其嘛讲到半导体产业筑路顶政策，也对比前市长韩国瑜呼吁选民选对人。选错人，赛马场；选对人，迎来台积电晶圆厂；选错人，爬树防登革热；选对人，打疫苗各会当。回刺他一刀啊！他不用再去怀念韩国瑜了。他今天的竞争对手是柯志恩。关志文向陈其迈发声人情对手，虽然两个人拢将分数交予选民评定，也不过这场交手还未结束，两个人会后随即就北各自参加联合造势晚会，继续选战攻防。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拜登甲习近平拢要参加印尼 G20， 暂时嘛要借这个机会伫场边会谈，这也是拜登就任以来头一届甲习近平面对面会谈。美国白宫表示会讲到台海的问题，卖甲台湾通报，引起中国的抗议。不过专家认为讲，双方见面是为着卖互美中的关系继续恶化，会谈应该未有具体结论。众人注意的拜习会确定要伫14印尼 G20 周边进行会谈，这也是拜登、习近平两个人头一摆以国家领导人身份面对面会谈。尤其美国证实将会讲起台海议题，也会向台湾通报会面状况，引起中国强烈不满，批评性质真恶质。专家也分析拜习会有假未有具体成果。所谓美将向台湾通报中美元首会晤情况，更是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规定，性质十分恶劣，中方对此坚决反对。他并没有太多很积极性的一些目标，或是所谓的一些希望。那在台海议题上，其实双方都明白彼此的立场。李台中分析，这摆谈话是避免美中关系继续恶化。虽然拜登表示将对基本问题画红线，也不过双方拢对峰会无抱太大期待。就像前5摆通话同款，讲明各自的立场也未有联合声明。虽然目前中国继续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也不过台湾驻象牙海岸代表处最近重新开设，有希望强化甲社会的实质关系，持续落实非洲计划。并且协助我国厂商进行海外投资跟布局非洲的经贸目标。中华民国甲象牙海岸伫民国83年断交，国务局设立的办事处伫2017年也停止运作，今嘛重新启动国经协会初稿也前往当地访问。伫中国积极混大伫非洲影响力的同时，寻求甲象牙海岸相比经济甲商业的合作机会。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南美洲的国家玻利维亚，伊的第一大城圣塔克鲁兹，民众大规模罢工已经3礼拜，那造成大约7亿美金的损失，嘛演变做左派甲右派支持者之间的对峙，而且示威的民众甲和警察起冲突，规个街仔路袂输战场。顶部警察对示威群众发射催泪ga斯，为民众捡石头也是其他物件牵向警察。这是玻利维亚第一大城圣塔克鲁兹，人口有186万人以上，是首都的2倍外。当时因为较富裕，中产阶级比例较悬，真侪右派政党联名的大本赢。长期以来就甲中央执政的左派总统来对抗。这部抗争起源10月下旬的大罢工，右派在野党要求甲原定2024年人口普查提前到2023年，方便在2025年大选中，予圣塔克鲁兹会用更加多国会席次分配，加更加多中央统筹分配款。Lo que a nosotros nos molesta es lo que dijeron un paro, pero esto no es paro, es bloqueo. No nos dejan circular, no nos dejan parar, no nos dejan hacer nada.
左派支持者也是为甲右派群众来对抗，有时演变真多，两边民众来相拍，警方也强力镇压右派群众的混乱局面。 Por lo que veo han incendiado la Federación de los Campesinos, ¿no? Entiendo la molestia también, porque supuestamente tenían ellos una marcha pacífica, lo cual no fue y se lo he evidenciado, ¿no? Han ido amedrentando a las personas que estaban bloqueando pacíficamente, han golpeado a gente inocente. 除了群众伫街路对抗，左右两派的政党也互相放话。中央执政的左派政府指控圣塔克鲁兹省的省长煽动暴力，右派反对党指责中央政治操作，想要让人口较侪右派执政省份提无应该有的国会席次甲补助款。公视新闻齐嘉玲编译。来看前 NBA 球星红号做魔术的霍华德加入 T1 联盟，讨向英方分霸。今仔日举办加冕的记者会，球团互伊家己讲。 华文的名要换做啥物？即马确定是霍华德。霍华德强调讲，伊毋是来佚佗的，要替球队摕冠军。先古魔球队的魔镜用中文拍招呼，魔术霍华德真欢喜真做讨向分霸一份子。球团为准备霍华德、哈沃德三个中文名，互伊家己来讲。 I want this one. Who had the? Are you sure? Are you sure? Are you sure? Who had the? 亲身决定中文名是霍华德真欢喜。七只球团为准备的大肠面线、肉圆加金珠古林茶时就很恶现讲。The noodles with the intestines. Yeah, so good. 好的，霍华德 love. 霍华德 loves. 霍华德讲，才来台湾3天，就深深感受到台湾的热情。这摆至少要待6、7个月，毋是来佚佗的，是要帮助球队摕下冠军，一个传承夺得冠军加训练的经验。I came here to win. That's our mission, you know. So I'm taking this very serious, and I'm looking forward to dominating on the court. 决定来台湾了后，霍华德讲，家己更加努力训练。来台湾进前，也甲一寡伫台湾无共联盟拍球的外国选手来联络。过去也拍过奥运这国际赛，对亚洲的球风算了解。Just once I get in the hang of doing that, it'll be a lot easier. 魔术真受欢迎，前4场的主场将近6万张门票一日都卖完。不过网络红人观众批评，分霸州的主场国体大体育馆漏水阁真久。记者会了后，球团暗头仔到体育馆去勘查，要尽可能来改进软硬体，互19个首前有更加完善级的拍球甲看球的环境。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当年11月，新竹的乌鱼就开始大出。今年因为天气真适合乌鱼放卵，产量来到10万尾左右，比平去年是加倍1倍。啊，那乌鱼子的价数嘛称悬，半斤就要1030块。渔民当咧捕用收鱼网，看到湾仔内底乌鱼活跳跳，大家是笑甲真欢喜。今年因为天气适合乌鱼生长，佮加上新竹独有的高降风，乌鱼数量参去年比起来，产量顶倍，价数嘛是20多年来上好的。去年的产量比今年少蛮多的原因也是那时候受疫情的影响一些班员不愿意养太多那今年的乌鱼子的价格已经超过1000块所以也比较多人愿意养。比如说我们这只乌鱼可能它长到8两，但是有的养殖户它比较紧张，6两半就收成起来了，差1两的话是差不多100块。来到处理场，黄景云的乌鱼子满时。经过加工立拍，一片一片，和大家合作乌金的乌鱼子，就算完成。我们的乌鱼子也是因为有九降风的因素，所以渔民这个时候11月份九降风来，就是他们采收的时间。我们这个虽然乌鱼养殖区不大，但是今年的产值还有到10万尾左右它的产值大概有1亿新竹县新港附近饲乌鱼的面积有481公顷，估计今年乌鱼产量有10万尾。在地渔民会当讲是有一个好年冬。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宜兰的传统艺术中心今仔日举办好西镇的采价活动，希望会当推广台湾的传统艺阵文化。这2天伫台湾戏剧中心有精彩的艺阵表演，佮有打啊通西，有食佮有掠。锣鼓声满街路，传统艺术中心伫10月13邀请全台湾27个顶头加民俗表演团体上北，互民众认捌台湾艺阵文化。头一天透早特别举办采价活动，为台北的台湾戏剧中心行到金山岩的惠济宫，人西请神。
现在呢，大家在现场看到的呢，是我们北台湾台北地区历史最悠久、资格最老的金狮团，就是咱的大龙宫竞赛团。 2个小朋友，他们就之前都会在看那个舞狮的那个影片，所以想大家现场来体验看真实的。而且今天有很多团体会来串演，所以让他一次看个够这样子。这届参与的团体有各大各小的人狮社团，嘛有地方顶头，像今年才拄伫国庆大会顶悬表演的台南溪南寮兴安宫的金狮阵，因的狮头是旧年乡口特别做的，做法团成超过200吨。 伊这毋是咱一般的广告颜料哦，是咱的中药材一种的迄种自西的色地，即卖非常贵。阮做这一只自西的色地可能要万几块，所以伊的色系吼是非常的柔和。 家庭团将树林三大宫的主神神农大帝、开漳圣王、天上圣庙请来戏曲中心，文化部长李永德甲团契中心主任陈月琪同坐伫台顶替师傅点眼，为这2天的活动祈福，嘛邀请民众拜6礼拜做伙到戏曲中心踅市一搭看家庭表演。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来看嘉义市的果菜市场，配合农委会设一个试验所，15分钟就通验出农药村的量。 伫源头替消费者食品安全来把关。农业药物动物试验所人员说明设备的功能。这间伫嘉义市果菜市场的实验室，是丰嘉南地区第一间使用质谱快检技术来检验果菜残留农药的所在。那这个技术呢，我们可以在整个在拍卖前，或者甚至在田间采收前，我们就可以完成检验。那在检验完成之后，我们就可以立刻在田区或者在拍卖的市场做管制，不要让它流通。 过去检验果菜残留农药的报告，拢需要较长的等待时间。这个实验室只需要15分钟，就会当检验出200克以上常出现残留伫果菜顶面的农药。果菜市场表示，配合新的 QR code 实名制的推广，会当加强农作物实在的食品安全。食谱快餐之外，我们还有在推行这个 QR code 的实名制的这个申请。那只要民众扫了这个 QR code， 起码可以找得到这是哪一个农民在哪里生产出来的。 这个比生产履历还快速简便。嘉义市卫生局表示，这个实验室检验的速度真紧，会当伫源头就甲有问题的食材查落，莫互伊留去市面。已经派相关单位来了解，希望会当替食品安全的检验建立完整的管理流程。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天气报你知，做伙来关心明仔载各地台温度。 北部地区21度到28度，中部地区21度到30度，南部地区21度到32度，东部地区22度到29度。 外岛地区19度到26度。稍等下7点半，请继续收看《青春咱的梦》，来看有一个少年的点心师傅，逐年拢去庄脚的国校啊，教学生囡仔做点心。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